我哋會喺呢15分鐘一齊進行一段自然行走冥想。呢個練習適合所有人，唔需要任何冥想經驗，日間嘅任何時間都可以做呢個練習。如果你可以喺自然空間度進行呢個練習，咁就更好。例如喺公園、郊野、樹林或者海邊，亦都可以係城市中嘅休息空間。盡量選擇一個相對安全、較少人群嘅路徑。我哋唔係單純散步，行慢啲或者唔諗嘢，而係有意識咁覺察自己行嘅每一步。我哋由原地站立開始，雙腳平穩踩喺地面，手臂自然垂低，可以合埋眼或者保持視線柔和，去感受成個身體站立嘅狀態。將注意力放到腳底，感受一下受力嘅地方，可能係腳踭有更多感覺，可能係前腳掌，亦都可能係成個腳底都平均受力。感覺一下地面嘅堅實，甚至係佢嘅溫度。當你準備好，就可以開步慢行，步伐可以比平時再慢一啲，畀自己一啲空間去感受行路。仔細感受行路嘅每個動作，腳抬起，向前移動，輕輕踩返落地面，然後重心轉移到前腳，後腳再抬起，向前移動。繼續將覺知放喺行走之中，我哋會繼續慢行一段時間。
我哋慢行嘅同時，可以觀望下周圍嘅環境，並且一直覺察住每一步。你只係留意眼前出現嘅一切，唔需要分析或者判斷。你可能會見到唔同層次嘅綠色，各種形狀嘅自然事物，或者係不斷變化嘅光線。感受同留意你見到嘅風景，同你雙腳行緊嘅地方。我哋會繼續慢行一段時間。
覺知雙腳同地面嘅接觸，身體嘅重量平穩轉換，同時慢慢擴展你嘅覺知。喺行路嘅同時，去睇，去聆聽，去用皮膚感受四周，唔需要刻意尋找風景或者聲音，只係畀大自然輕輕經過你嘅感官，同時覺知幾樣事物：光線、聲音、空氣嘅流動、地面嘅觸感。呢一刻，你同呢個空間嘅一切共同存在。慢慢行到去一個舒適嘅位置，然後停低，身體保持靜止去感知呢個環境，繼續自然呼吸，雙腳穩定支撐身體。眼睛放鬆，讓聲音自由流動。你可以隨意喐下身體，然後帶住呢份覺知繼續步行。自然沉浸嘅練習到此。願你享受同環境連結嘅純粹狀態。